我哋添澤成日講世界各地豪宅，又講倫敦新盤，講投資，講升值潛力，但其實大家最原始嘅願望就係想有個地方叫家。喺法國南部有個海洋公園 Mariland-on-Tibes， 曾經以虎鯨同海豚表演聞名。隨住法國實施新法例，全面禁止鯨魚同海豚表演， Mariland 今年年初正式永久關閉。但係公園閂咗，入邊嘅生命都冇得搬走。有對母子虎鯨已被遺棄近1年，困住喺廢棄污濁嘅水池入邊。無人機攝影記者 Seth Lawless 最近對外發布一段影片，見到虎鯨喺水中一度靜止不動，彷彿已經死亡。直到媽媽 Vicky 突然轉動身體，望到鏡頭，佢哋就開始一前一後地游動翻轉，好似為不在場觀眾表演咁。Lawless 喺文中講到 Vicky 同 Keio 開始跳躍旋轉，重複住佢哋唯一懂得嘅語言表演。但係今次台下冇觀眾，只有我同佢哋渴望自由嘅靈魂。佢哋嘅身影劃過靜止嘅水面，就好似回憶重新浮現，旋轉、上升、下潛，彷彿耳邊仍然可以聽見觀眾嘅掌聲回盪。呢段影片迅速瘋傳，但兩條鯨豚係人工飼養嘅，基本上無法喺野外生存。連 Mariland 嘅管理層都表示 Vicky 同 Keio 係必須立即離開，轉移去合適地點。西班牙、加拿大甚至日本都有組織曾經伸出援手，要拯救 Vicky 同 Keio， 但至今都受到各方阻撓。除咗動保團體不斷發聲譴責，民間唔同人士同團體都有發起請願，要求法國當局立即採取行動。人類成日話想要一個安穩嘅家，但其實呢個世界上唔同嘅生命都值得擁有屬於自己嘅家，一個唔係牢籠，而係自由嘅地方。